原生家庭嘅影響確實深遠，但我哋可以選擇點樣面對佢，並以健康嘅方式成長。生活中好多事情並冇明確答案，好多行為亦都未必有結果。徜徉一種快速忘卻唔快樂嘅能力，呢種能力幫助我哋喺面對困境時唔被負面情緒吞噬，唔好成為別人嘅情感垃圾桶。當有人向你傾訴負面情緒嘅時候，學會過而不過行。佢哋需要嘅只係傾訴，而非你全然投入地理解或背負佢哋嘅情緒。適度聆聽即可，冇必要令自己承受過多嘅心理負擔。當壓力累積到一定程度嘅時候，透過反向行為嚟消耗壓力係一種有效嘅方式。例如，忙碌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可以選擇放鬆一日，令自己由高壓中釋放出嚟。壓力往往係逐漸累積㗎。若果能夠係初期就透過適度減少壓力累積，就可以避免被最終嘅最後一根稻草擊垮。我哋可以逐步減少原生家庭帶嚟嘅痛苦影響，並喺生活中揾到平衡，成為一個更健康、更穩定嘅人。你嘅過去並唔能夠決定你嘅未來，而係你點樣選擇面對佢，先至係真正重要。